Migration Group 嘅 Don。今集嘅生活百科咧，就由我同大家講下寵物移民嘅安排啦。相比起其他國家咧，澳洲對於寵物移民嘅要求咧係最嚴謹㗎。澳洲將貓狗出口地區嘅瘋狗症風險咧分為3級，香港係被劃分為第3級嘅。貓狗入境之前咧係要注射瘋狗症嘅疫苗，取得入境許可證同埋隔離10日嘅。申請出口貓狗嘅時候，程序都會有分別㗎。詳情咧就可以睇下呢2個官網啦。因為過程中咧，寵物係需要接種瘋狗症嘅疫苗，以證明佢係冇瘋狗症嘅。接種咗之後啦，大約又要等1個月嘅時間，等個寵物身體入邊有抗體喎，之後先至可以進行驗血，而且化驗之後亦都要留喺原地嘅180日，即係大約半年度，先至可以安排出境㗎。加上可能亦都會遇到其他嘅情況啦，譬如係資料唔齊啊，或者冇植入晶片啊，甚至乎係身體唔理想等等。所以如果大家想帶埋寵物移民嘅話咧，我哋建議最少係預留7個月嘅時間啦。